卫中心上新的宣布，今仔日的境外刷入108例，死亡的病例40例，本土确诊的病例18965例，比顶礼拜五加出到3649例，增加23.8%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特殊的死亡个案，是一个40多岁的男性，疑似误剂预防射哦，也是确诊死亡。好，来继续来看，卫福部长许瑞元甲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为着 BNT 次世代的疫苗结起来。这个许瑞元是经替着郭台铭，亲像是 BNT 的推销员。那郭台铭嘛，伫个面册来回击，讲拗茶为官，禽兽食禄。过党的是用拗茶甲禽兽来表达伊的不满。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出面来疏言，讲无需要安尼讲啦。讲这过党的为疫苗的采买是真尽心，讲得要过年咯，也是爱来讲好话，好好来讲话。另外有医师来提醒，讲小三通得要开放咯，那是新型的变种病毒 BF.7为中国传出来，安尼台湾的防疫措施可能都爱重新来评估。郭董事长在去年在买疫苗的时候，非常的热心，讲话不需要大家。总是过年嘛，大家讲好话嘛。前卫福部长陈时中被问到鸿海创办人郭党的甲 BNT 疫苗争议，讲大家讲好话，许瑞元的态度嘛有落软。昨天你好像有透露说你知道分寸了，这样子是吗？就迄个拢无讲话，卫福部长许瑞元呢，伊进前有话就讲，即嘛无讲。民众关心 BNT 次世代疫苗敢会来，因为新冠疫情还未结束，正是中国 BF.7变种病毒扩大的作乱，小三通的专案搁要开放，那呢，台湾的防疫措施敢有够？将来如果它万一变成所谓的主流病毒株的时候，它会对造成所谓的群体的影响。如果它还是致死率偏高，或是重症化几率会上升的话，其实它还是要注意。面对病毒一变再变，第四剂敢要做，敢有需要比较离婚感冒疫苗？医师表示讲，病毒造成的重症率是考虑的重点。如果假设这个新冠病毒其实它慢慢的弱化，或者是减毒化，或甚至说新的变种病毒已经不会造成比较高的重症几率的话，其实不一定要打。那如果将来会有这个重症化的疑虑的话，还是要考虑每年还要施打所谓的新冠病毒的疫苗。防疫政策会安怎行，都要看病毒影响的程度有多严重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